大家好啊！我今日咧俾一個好 crazy 嘅決定自己，我要跑21K， 係啦，即係半馬，好犀利啊！我而家咧喺荃灣嘅跑翻去屋企，咁我估計啦已經可以有一個半馬噶啦。但係咧，而家想俾你哋睇下呢一度嘅風景，真係好靚啊！我就嚟跑到去深井噶啦，加油啊！我見到嘉頓啊！我已經跑咗6K 噶啦，我跑到去轉車站先係12K。哇！我已經咧跑到翻屋企，不過咧唔夠21K 啊！我翻到屋企都係得15K，所以我跑埋去黃金海岸啦，同埋而家跑緊去三聖啊！唉，咁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啦，點解我會跑21K 跑半馬啊？就係因為我之前參加咗富士山嘅櫻花跑，我只要完成咗21K 咧，其實就可以攞到佢個牌嘅啦，櫻花牌係啊，咁我真係覺得好靚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參加嘅時候咧，我唔知道可以累積喎，咁所以我其實咧喺4-5日嘅時間啦，已經累積夠21K 噶啦。但係我決定係要一次過跑21K 噶嘛，咁所以咧，當我累積完21K 之後，其實我就諗，我點都要完成一次21K， 我先對得住呢一個金牌。我收到個牌嘅時候，一定會更加開心，所以就決定咗今日喺咁好嘅天氣，又咁啱可以有呢一個時間俾我去完成。我諗我去到三聖就可以完成噶啦，繼續為我加油得唔得？耶！